吃飯呢，顧西城跟你有什麼關係？你不知道啊，顧西城可是神龍集团的继承人，国內排行第1的鑽石王老五。不過他這人很有個性，幾乎不接受媒體採訪，我都沒見過他本人長啥樣呢。哎，據說他結婚了，可能這次老婆也來，你讓我看一下。哎呀，小薇，你現在怎麼這麼八卦呢？不是我八卦，這位少爺一結婚，得有多少女人為他心碎呀？我已經餓得不行了，我要出去吃飯了。啊，別換，都快到我們了。哎呀，我要死了！不行，都快到我們了，別走了。我回來了。摔得太早了。哎呦，顧西城，你要干什么？顾西城，你干什么？什么我干什么？这是我家呀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你管着吗？有时候想想，我觉得你真可怜。是吗？说说看。除了钱之外，你一无所有，每天只能和一群狐朋狗友出去花天酒地。那你呢？你嫁到我们家不也是为了钱吗？你別在我面前裝清純，綠茶婊。顧西城，你說什麼？綠茶婊？你混蛋！你才綠茶婊呢！你說話客氣一點，你太過分了！就是綠茶婊，你才綠茶婊！你是！就是綠茶婊！